大家好，我係澤氏律師行嘅Elaine啊。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嘅個案嘅。有一位做生意嘅朋友仔突然之間發現有人開咗個 IG account， 個名就叫做大騙子，仲要用咗佢張相嚟做個頭像添。個 account 就冇出 post 嘅，但係特登就 follow 晒佢公司 IG 嘅 followers， 令到一班嘅客戶啦同埋啲朋友仔都被逼咁樣見到呢一個 account。咁呢一樣算唔算係誹謗呢？又可唔可以揾到幕後黑手？一般又可以點樣處理呢？嗱，阿 X 小姐就係喺香港度做代購嘅，大概上年年底已經有啲朋友仔 send 俾佢睇 IG 度出現咗個 account， 個名就直接寫住係騙子 X 小姐，頭像係用咗佢本人張相嘅。雖然冇任何嘅 post， 但個 account就 follow 晒佢公司上面嘅粉絲啦，即係話所有 follow 佢公司嘅客人啦、朋友啦、同事啦，甚至乎商會嘅會友都有機會見到晒。然後就同佢講啦，咦？點解有個騙子嘅 account 用你張相嘅？初頭佢覺得自己行得正企得正，乜嘢都唔想理。但係時間耐咗啦，身邊越嚟越多人同佢講，商會亦都議論紛紛。佢最擔心就係影響到大家之間嘅信任同埋合作啊。同時佢亦都發現陸陸續續有一啲一次性嘅賬戶喺 Google 上面留咗一啲唔係現實唔係事實嘅負評。其實遇到呢一種用你張相加埋叫你話係騙子嘅情況，喺法律上面有3個考慮嘅方向嘅。第一係誹謗，騙子呢一個字本身已經有好強嘅指控意味噶啦，暗示你係緊人啦、唔老實啦，一啲騙局嚟嘅。就算佢冇出任何 post 啦，淨係呢個 account 名加埋你張相，已經可能會令到第三者對你產生一啲負面嘅觀感噶咯。我哋嘅關鍵主要會睇究竟呢樣嘢有冇指向你啦，譬如用你嘅照片、用你嘅相啦、你嘅行業啦、你圈子裏面嘅人係咪一睇就知道係你？第二，有冇傳播性，譬如你嘅客戶啊、商會嘅朋友見到有冇人轉發啊，係咪喺平台上面都可以 search 到？第三就係可以造成嘅影響啦，譬如信任受損、合作冇咗、客戶嘅擔心。另外就係一個冒認或者假冒嘅身份，佢用你張相開 account， 目的可能係如果令到其他人以為嗰個係你，或者借你嘅身份去影響你嘅聲譽，亦都係其中一個重要嘅處理方向嚟嘅。第三就係民事啦，第三就係民事平台層面嘅問題啦。部分情況可能牽涉到啲個人資料啦，譬如用你張相啦，平台嘅違規問題啦，甚至乎係商譽損害有關。咁呢個就要睇具體嘅做法同埋證據啦。嗱，實際上有啲嘢可以做噶。如果你遇到嘅話，呢個 case 我哋建議個客人直接做兩個步驟去處理嘅。第一，先做一個清晰嘅同埋公開嘅聲明，你可以喺自己 IG 啦或者 Facebook 啦出翻一個置頂嘅 post， 講清楚呢一個騙子小姐嘅 account 係同你冇關嘅。呢一個 account 係未經授權就用咗你嘅相啦同埋名嘅，內容係全部都係失實啦，仲有誹謗成分添。你會保留追究法律責任嘅權利。嗱，呢一步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好多時唔出聲會令到外界嘅人以為你默認，尤其一啲商會啊、人際網絡信任係好容易被動搖嘅一啲團體裏面。第二個步驟就係認真考慮進行呢個法律嘅行動。如果你知道對方係邊個嘅，其實可以考慮出呢個禁制令嘅，可以發出禁制令，要求對方停止下架，唔好再冒認或者作出一啲誹謗性嘅言論。之後再睇下視乎情況追討有嘅損失嘅。但係現實有好多呢啲 account 係匿名嘅，根本你就唔知邊個開，咁又點算好呢？通常最常見嘅做法就係向法院申請一個第三方披露命令，用法庭嘅命令就要求平台，譬如 Facebook、IG 呢啲平台披露呢一個 account 嘅有關資料，譬如註冊嘅資料啦、IP address 等等嘅。重點係咩啊？你自己寫信去問平台平台大多數都會因為私隱嘅理由唔會俾你嘅。但係有咗 court order 就唔同啦，平台就一般要按照命令嘅披露啦，拎到資料之後，我哋先有機會揾到背後嗰個係邊個，再作出進一步嘅法律追究嘅。如果睇緊片嘅你哋都遇到類似嘅情況我會通常叫客人做3樣嘢嘅。第一係要截圖啦，保留晒所有嘅證據，包括 account 嘅名啦、頭像樣啦、佢嘅 followers 啊，或者 follow 緊被 follow 嘅人啦，任何有關嘅留言啦、timeline 啦，甚至乎有網站啊，或者你有佢嘅 link 更加好嘅。第二，對你有啲咩影響都要記錄嘅。譬如有冇邊個客啊、邊個朋友問過你啊，有冇一啲合作係受影響啊、冇咗啲 contract 啊，或者有啲負評啊、信息嘅內容，記得記低晒佢。呢啲都係日後評估損害同埋追究好重要嘅材料嚟嘅。第三，因為就要走一啲禁制令啊、披露命令啦，同埋出律師信，所以呢啲時間同埋措辭都非常之重要嘅。大家唔好以為用你張相開個 account 叫你騙子，唔係一句網上講下咁簡單嘅。處理上一般係
係先出聲明以正視聽，再視乎情況咧就出禁制令或者披露命令咧去止血同埋追查身份。如果大家都想我拍多啲有關誹謗嘅片嘅話咧，就留言話我知啦。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律師手記，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Hello， 各位公司企業老闆同埋管理者們，大家好。嗱，我相信大家咧都明白，防範未然，比遇到事咧先至求救咧，呢個結果條路咧一定咧叫做易行、順暢同埋慳錢好多個。嗱，曾經咧有工程公司因為草率冇揾律師咧睇清楚上判俾佢嘅合同條款啊，令到佢哋咧做完工程不單止收唔到尾數咧，仲要賠翻錢俾對方添，簡直係蝕到入獄嘅。最後要通過律師咧，用咗唔少時間、金錢、精神咧，先幫佢哋打個和，追翻平手嘅啫。嗱，唔想有咁嘅事情發生咧，可以揾律師團隊咧一早介入，因為我哋有專為各位企業咧喺商業道路上保駕護航嘅年度法律支援服務。嗱，由3萬零蚊起咧，已經可以有一隊專業嘅律師團隊咧做你成年嘅法律顧問㗎咯。唔想呢啲事情發生喺自己嘅公司身上呢，又或者遇到事呢先至求救，或者俾不必要嘅律師費呢，可以klick入以下呢條 link，係啦，揾我哋傾一傾嘅。好，今日係咁多先，唔該晒，拜拜。